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12月7日。提摩太后书1章11节到14节，为着这个福音，上帝任命我做传道者、使徒甲教师，所以我才得受苦。总是我无感觉见效，因为我捌我所信的上帝，嘛深信伊会保守伊所交托我的，直到迄个日。就用你对我听到遐健全的道理做模样，持守咱甲基督结连来得到的信心甲忍耐，就固守通过点伫咱内面的圣神，交托互你的美好的信息。保罗对伊属灵的囝提摩太搁一遍提醒，因为保罗伊知影为着这个福音，上帝任命做传道者、使徒甲教师，所以伊来为主受苦，拢无感觉见效，因为伊知影伊所明白的、所信靠的上帝，嘛深信上帝会保守伊所交托予保罗的，要直到迄个日。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，就将伊所听到这健全的道理，正做模样，正做一个准则标准，来坚持持守伫基督内面所结连，来得到的信心甲忍耐。也因为安尼，透过伫圣神内面的帮助，也互伊会通持守这美好的信仰。伫咱每一个人，咱是毋是也亲像提摩太受交托，用健全的道理，正做好的模样，也持守对主结连所得到的信心甲忍耐，愿主帮助咱，使咱快乐行伫伊的路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